今天是第2届的马来西亚文化日，刚好第2届这样，我有机会来摆摊，然后而且今年呢，他们也结合一个台湾的社造活动，今年好像比较盛大这样子。那我来这边呢是把我的一些手作品，手作品就是比较编织的车缝的然后还有比较有特色的是我们马来西亚的蜡染布来做一个展示。那尤其是这样子，我喜欢做的就是那个我们的铜腕，就小时候玩的那个丢石头，对。Nama saya Pang Chuping dari Malaysia. Saya sekarang tinggal di Taiwan dan ada 2 anak perempuan. Biasanya saya adalah seorang cikgu dan mengajar bahasa Melayu di sekolah rendah. Saya juga suka menjahit, mengait. 这个啦，这个150。那个沙包啊？对，沙包150，你帮我弄150。我现在手边拿的这个是应景，它是圣诞节特别，所以我特别把它缝制的，这都是我亲手做的。那它看起来就是挂在树上，有没有？会有砰砰砰砰的感觉。像这些包包，这些都是车缝的。其实车缝可以车很多东西出来啦。我小时候啊，因为我妈是裁缝师，那她那时候就是有教学生，我那时候还国小，然后就常常就是听妈妈在教啊，在讲怎么画图啊，然后我就常常听，然后就有兴趣想要做自己的衣服。那以前我们还把那个报纸啊，拿报纸拿来剪成，然后把它粘起来缝起来，然后就好像一件衣服可以穿这样子，然后就在玩那个扮家家酒这样子，所以真的是兴趣。除了缝纫布之外，我也是有用钩针织东西啊，这样。这个是巫婆帽，这是巫婆帽，然后很可爱这样子。还有这只鸡，这2只鸡，招牌鸡。对，那个是招牌鸡，很可爱。这个是比较重。对。如果说以我们出来摆摊来讲的话，我们可以把我们知道的、会的，可以呈现出来。要练习，对不对？这个是我们马来西亚蜡染布做的，对，像这个小零钱包，前面可以放卡片。真的，我在看也是觉得做的很赞哎。对啊，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说很漂亮，这真的很别致。刚开始会害怕，想说要怎么跟客人聊天啊，这样子交谈这样子。那其实是我以前是蛮内向的，也比较不会讲话，只是在台湾这么多年呢，受了他的影响。没有了，我也是很内向的人，好不好？其实我很没有，真的，他是比较开朗，就是很快乐这样子。对，我真的是受他影响。偶尔啦，我真的忙不过来，或者是说需要他帮忙，我还是问他可不可以，对，他就会来帮我。可能係有限，或者要提供我出來聽白，有需要我出來，我就會提天數。我主動嘅支持，因為出來心情會變更加快樂。明日睇不卡，會變嘅心情無好，出來內邊行嘅心情更加快樂。又看到有強強嘅睇一隻面，當然心情都好嘅啊，好嘅嘢係身體都會好，咁嘛。他嘅按度舒舒適適嘅，從嚟強強係希望結架，我嘅結架。咁啊，佢看到個台灣人，我當然會煩你，也會講起一啲嚟講，嚟了解一個台灣嘅情形，做得樣，心情都冇咁樣嘅。
最主要是欢喜快乐咯，钱多，因另外就是钱啊，穿唔起啦，爱穿容易穿啊，穿唔起。出来都来出来看看下，伊啲马来西亚文化有冇多大是容易，哦，啊，看下了解一下文化，有时咧，有可能有了有嘅嘛，就是大欢喜，出来都心情不用大家讲。陀螺嘎胜，台湾的陀螺是圆的，然后马来西亚的陀螺它有很多州，它是不同样的款式形状，那各个州的那个陀螺的形状都不一样。这个它是有锡的，因为吉兰登我们马来西亚有出产锡，这个很重，最重的一个是大概有8公斤。对。哦，这样子的啊，可以把它拿起来看看啊，来，你拿着拍照，2只手拿稳一点，因为很重，好像没有拿过这样子陀螺。所以你看到这样拿就很重了，你马来西亚是更重的事情。这个是我们很传统的剪纸，就是过年我们华人喜欢红嘛，所以这剪纸就会可能会剪好，然后贴着很漂亮这样子。那我们华人在马来西亚，我们是中秋节会提灯笼，我们还自己做灯笼，因为我们那时候灯笼我们是点蜡烛的，就这样的提着就可以去逛街了，然后就去邻居啊去找小朋友玩了，对，这很好的回忆。就要去外面，你要拍那个慢慢整个的，对不对？对啊，还是就从这边这样拍过去？可以啊。她是我女儿，只要我有摆摊，她会来帮忙我。平常是假日的时候，然后因为妈妈都只有一个人，对，妹妹在那个国外，对，所以只有妈妈一个人，她就太辛苦了。不管在哪边，她市集其实不会固定在某个地方。我相信妈妈其实面对客人或是陌生人这件事，她是能应对的，但是就会担心说她可能今天卖的不好啊，或者是就是没有一些收获的时候，就会怕她的心情会受影响。大概这2、3年的时间吧，她就开始，其实刚开始是在家里自己喜欢做，然后就越做越多。其实算支持他，因为这是他很喜欢的手做的东西。他其实也蛮常就是会赖我说，做这样子可以吗？这个大小可以吗？像这个圣诞节的这个产品也是他问我说适不适合。对，然后他最有成就的就是这个鸡，妈妈也是属鸡，我觉得很刚好，可以算是一个吉祥物。妈妈的吉祥物，就是感觉摆摊的时候，他们也陪着妈妈这样子，所以这个算是我们的一个指标吧。看到我们就知道，是妈妈来摆摊这样子，我这个卖掉了呢。粉红色那个吗？粉红色我卖掉了耶，一个小女生。那果然是小女生吧？她都买拿找那种粉红色的。对。你抓的很刚好。为什么？它本来的这是一块布，然后它就已经印好这一个。对啊，我只要照着它剪下来，然后缝起来就好了，然后3年花。这里现在是艺文特区，桃园区最繁荣、最高档的高级住宅区。像这一区都是商办啊，然后还有住宅区啊、豪宅区都在这一区。就是大概30几年前，这边都是空旷，都是草皮，都是草，一望无际的草这样子。然后比较繁荣的就是在那一边。那时候在这里就是开启我的槟榔摊的生意。带着我小女儿那时候才2岁多，我们就住在那个货柜屋里面，一个冷冻的货柜屋，就开始我们在上来桃园赚钱的时候。这里其实是我
算是一个很艰苦的一段时间。以前这里就是停车场，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概这个可以停100多台的停车场。然后我的货柜屋就放在那里，就在路旁边，大概在这个地方，隔一半就是放冰箱，一张桌子做生意，然后后面就是睡的地方，然后在里面就是厕所，那里面还有厕所。然后我每天早上就7点多，就是从这样子开始去买个早餐，回来之后就是在槟榔摊里面，然后就看着车子这样一台一台，他只要停到这边，然后我就赶快拿槟榔要冲下去给他，就这样子。所以那时候生活就是一直要注射在这里，生意在这里，然后我也要去注意几台车子进去了，因为我们要发单子给他。那时候是非常的忙碌，所以那段时间是每天的生活都是从7点一直到晚上大概11点，所以那大概5年的时间都是这样子的生活。因为那时候是想要来台湾工作，然后呢，也是刚毕业嘛，工作，因为我们在马来西亚那时候的薪资比较低啊，等于我在台湾我做1个月，我在马来西亚我做要4个月，所以它的差距蛮大的。然后又很向往台湾的环境，因为以前就曾听说很多人来台湾玩旅游啊。所以台湾是宝岛啊，所以是一个很想要去的一个国家。后来就是有机会，是我妈妈先来嘛，先来台湾，她觉得说，真的我们这边是有一份工作可以让我们做，然后而且也有供我们吃啊住的，这样环境福利都还蛮好。后来就我跟我妹妹、我表姐，我们就过来台湾工作这样子。我是老大，我是家里老大，因为那时候的生活环境其实没有很好。那有这个机会，我觉得我想要来尝试，我想要来做。如果赚到钱，可以改善家里的环境啊，然后让弟弟妹妹他们也可以生活得比较好。我那时候换了工作，成了陶艺渔工之后，如果说我们出去外面，我们讲话，因为我们讲话都会有口音，所以呢，我们出去外面呢，我们都会互相提醒，不要乱讲话，小声一点。唯一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的长相啊，就是我们的肤色，都跟台湾人都是一样的，这是最大的优点。在工作了大概1年多，那时候我妈就觉得说，我们想要回去了。那时候已经有认识我先生，我们有规划要开一个早餐店，可是就被打断了。然后就说，我们就决定要回去。当然要回去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有困难的，因为我们必须就是说要去警察局去自首，要缴罚款。然后移民署才会让你去那个买机票啊，然后让你回去这样子。那时候我现在也是没有拒绝啦。那时候是他也想跟我们回去，那好啊，也是一样跟着我们回去玩这样子。做嘛要爱做呀，因为我有注意讲要什么嘢嘛吼，伊下就做些，睇我这头前行所唔行啊，唔是看到伊个洗头嘅先节啊，我有什么
行路要掉哦，啊，可能我哋唔會殘用嗰種哦，啊講喺行喺頭先啲講嘢話，細妹咪同佢講話嘅，所以先係細妹時代咯，我開始慢慢嚟搞黃嘅，仲驚要望講細妹國先唔會查。哦，拖到有一隻，是一嚟過一成強啊，一成強啊過嘅，所以講，我那邊講其實講起下也就什麼樣呢？石斑在這裡，這個還是這個？這個是這個嗎？因為我老公喜歡吃那個魚，那今天有那個石斑魚，那我就買石斑魚回去煮。我覺得傳統市場是我可以看得到、摸得到，就是那個超市它是已經包好的，而且這邊比較多可以選項比較多。那我們在馬來西亞的話，是因為有印度人啊，有馬來人啊，所以會有一些攤位是不一樣的，因為畢竟是我們是三大民族，很多類這樣子，啊這邊都是大家都是華人。所以比較好採買。來食啲煮飯做嘅，來你試下，等食飯咧。要洗澡咯。你要先洗啊？要我先洗哦，你先洗都可以。我等下再把衣服拿給你。就是我都會自己煮，因為我老公他平常上班就是吃便當吃多了，有沒有？就還是會比較喜歡晚餐的話是在家裡吃，就是有湯啊這樣子。湯好了。好了。這個。你那個有電嗎？有。我跟我老公認識就是在工廠，就是工作的那一段時間。雖然是同一個工廠，可是沒有碰面過的。可是呢，我會從同鄉，就是我媽、我妹啊、朋友他們就一起工作的，就常常聽到那個名字。他的名字是讓我很注意他。為什麼？因為他叫李小龍，大家都叫他李小龍，我都覺得奇怪，為什麼會李小龍？因為那個年代啦，就是跟我們一起工作的那個年代，他們都知道李小龍很紅嘛，就是大明星啊什麼。然後再加上他也喜歡運動，他的體格啊什麼的，也許他那時候也有表演他那個動作給他們看，所以大家都叫他李小龍。今天去買魚啊？有啊。就是你喜歡吃的石斑魚啊？400。你電話給我，打電話給我。有常做要送別人。其實那時候他給我的印象是，他長得很成熟，也可以說是很老氣啦。因為我那時候我記得很年輕啊，然後他大我8歲，可是他會比較喜歡像開玩笑啊，比較樂觀啊，很會逗我們開心這樣子。在我們那一群人當中，他是一個開心果，他是帶頭開心的那種。我們在台灣就是認識嘛，然後交往嘛，然後就是有決定，就是說要去創業嘛。那就是那段時間是在南部，在高雄。對，回去馬來西亞之後，才應該算是閃婚了，馬上結婚了。因為我過去是冇啦，我冇聽到阿伯講要結婚啦。因為我也係純粹是講過去聊聊啊，純粹講細妹唔係就過去去探觀到底愛加捱冇，嗱愛加捱要結天，嗱唔係加捱，我過去了見嘢了，我哋估到啊，就可能唔係結天啊，因為安尼
感情的东西啊，信任勉强啦，两个人讲有嘢啦，嘢係我哋阿爸，嘢係老人家嘅想法啦，冇強樣啦，因為講。我講嘅可能講嘢，那種嘅詐騙集團啊，講騙人錢啊，冇地，我就兩個妹叫我過來，一啲阿妹啊叫我過來，而到底善用人嘅錢，因為冇了解我哋搞房嘅嘢係事情，到底已唔掂啊，因為講講，我變騙希望啊善用人喎，我講我同阿爸講，唔會嚟出嘴，啊你細妹嗌地講嘅用嘅錢定啊，那會講一結婚啊你咯。结婚之后才有一个谋合的机会，就是我回来台湾，我才知道说，他本来是说要创业，有一笔钱要创业，可是因为这段时间他都没有工作嘛，然后也加上他要去处理我要来台湾的一个手续啦，要跑很多的手续，要跑移民署、外交部那一些，所以那个时候是几乎是。应该是说没有存款了，所以我回来台湾的时候，我会觉得说也蛮担心的，可是也没办法，就是也不能去做什么改变了，因为小孩子也出生了，就是在家好好要先带他。那还好那时候他就很积极的，就赶快找到工作，就开始做水电，一直做到现在。色香味俱全，对不对？但是换你炒。从到了再是往做两方是社会保护的啦，不是按无限自杀啦，做爽做啊！我几个月做到了10月做嘛，做饭头是，这一个饭会无咸呢。这一个饭10个分钟，准备1-2点钟。你2个人真正做好无限自杀呢，其实是饱的，140万块，冇个咸的，咸的冇啦。我讲像加油嘛吼，哪年啦？轮到如果你不会，你就求救，你就举手求救，好不好？啊，这个会念字母，然后你要念字它的词，可以哈。A， 阿 B， B， C， D， 对 ，I， 一个 J， 全部 L， 求救吗？求救吗？求救！好，谁要救？这个我一开始的时候听到同乡跟我分享说，问我说，你要不要去国小教马来语？我第一次听到说什么在台湾教马来语，就很压抑，怎么可能呢？后来真的他说还是要考试啊，还是要上课，念了之后要先记起来哦，然后呢才每个人一人一句哦。阿瓦马虎，阿瓦马虎， ikut kami ikut kami berjalan-jalan berjalan-jalan。我今年教已经是在第3年，今年的话，我1个星期接了12堂课。钟点老师的一个比较辛苦就在这里啦，要这边跑那边跑，然后跑的学校就是我12堂课里面，我1个星期我就要跑8间学校。我觉得当老师很好啊，从小时候以前就喜欢老师嘛，就是很多人都愿望都想说要当老师，可是现在有机会了，再加上就是教母语，就是我们熟悉的，我们以前有学过的。天气一直都很难累，一定。跟我说另外一样。好，那你要抽一张，把它念出来。对。那我们马来语课呢，就是除了教学要去听、会说、会读，然后会写之外呢，其实就是利用一些游戏，就童玩啊，来加深他们的印象。因为毕竟新住民语来讲，它不是像国语嘛，它很快的进入状况，所以在课堂当中呢，我们就会
会利用游戏加深印象会比较快。我先给你们棉花糖。阿巴卡巴萨亚纳南妈刘柏林。我上马来语的原因是因为觉得好玩，然后喜欢原因是因为上课是边玩游戏边上课，然后老师人不错，因为他有时候会发送一些糖果饼干，或是玩一些好玩的游戏。我其实自己也是马来西亚人，可是我是有时候有一些字是不会念，所以我是参加。因为老师人很好，然后他教的很仔细，跟刘柏林讲的一样，就一边学习一边玩。是什么？操场。记起来了没？忘记了。忘记了。好，你写。这还要选吗？对，目前赚钱是其次啊，除了成就感是一定会有的。接着下来，现在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马来语就很缺马来语老师，毕竟有开课了，学生才有学习的机会。对。好当迪，海打扮，比类打架。很好。就是中午的时间啊，我比较会就是自己一个人吃，那就是简单煮个稀饭，炒个蛋，或者是说有个青菜我也可以。那我会这样子吃，是因为在6、7年前的时候，就是身体出现状况的时候，就是一直瘦这样子。就是生病开始去看医生啊，然后一直咳嗽啊这样子。最严重是我的体重只有33公斤。然后我自己看到我自己的照片，我都会觉得说这个是我自己吗？然后最后住院检查出来是那个休格兰氏症候群。那所谓休格兰氏症候群，它是属于一个免疫系统的一个反应，它就是你的自体的免疫细胞会去攻击你自体的免疫细胞，可能那时候就是因为它是攻击到我的肺部跟我的胃。伊병伊海伊嘛，伊讲，完全也无卡洗头路병本来啊，即个好好啊，医院伊嘛送，这병伊嘛医比好来，其他无卡马总是都唔是干啦，即个就병可来做个啦，哦，我呢这边。哦，我规马来西亚唔捌，我规心情变比快乐，因为有病啊，我带来有嘛吼，我带来咩事唔带来，因为真郁，咪真心情咪真唔好。啊，规无体格，无一天，规马来西亚，过去心情可能会搞好，就冇病起来，你会可能你会搞会好风了。那个时候当然是担心的部分居多。就是希望他就是什么事都不要做，就是好好在家休息就好了。对，不要再想着说要去赚钱要干嘛这样子。我们也其实有点无助，因为就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然后也知道说如果要去看医生也是一笔大笔的费用，妈妈又没办法上班，等于说没有经济来源，然后又要多很多的那个医疗的费用。那时候我就想说，既然他是马来西亚出生的。那我就陪他回马来西亚一趟吧，看他会不会就是情绪或是心情上会让自己身体有好转这样。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不吃药，就不用吃药了，我就觉得我就是正常人呐，我就体重就恢复了。可是呢，我没有察觉到说，其实身体发炎是一个很大的隐忧。那有一天晚上，就是因为那时候是冬天。冬天的话，那我跟我先生吃饱饭，就是我洗碗。我在洗的时候，当下就觉得不对啊，我整个人是发冷，冰到我受不了，我赶快关掉那个水，我不洗了。
我要去躺一下，我要去棉被里面，我就躲在棉被里面。可是躲在棉被里面，我还是很冷。那接着呢，开始喘了。当下我老公他是在家嘛，他就马上说走去医院。之后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连我怎么下楼梯我也没有印象了。然后就是那一次，应该算是生命的第2关卡。我到第2天的下午才醒来。行当然要行啊，不过是不是心在表现出来啊？因为我本是一个生来的人，怎么？当然无讲爱去叫人样，反正我你尽量拜托个医生，尽量叫我来食的，吼，因为伊个用个情形，因为我来唔对，所以讲医生甲你对吼，同来食，佢先用办法去很好来先用。当然会害怕，就一个妈妈而已。然后，爸爸其实也很需要妈妈，然后妹妹跟妈妈感情也很好，对，就是，只要少一个就会觉得不是，那个家就不完整。经过了这一场病之后，他让我毅然决然的放下工作。要不然我以前就是这个工作要换另外工作，我是没有休息的时间的，我就是一直做。我会比较正面的想法是，我怎么让自己好起来而已，我不会去想说，我为什么会这样子怎样，我只是一直在找方法，去找方法让我自己好起来。所以是比较属于正面的。我们今天是同乡姐妹，她们也是嫁来台湾的。然后我们曾经是一起上课，有一个课就是 Podcast。那上了那个课之后呢，我们就想说，我们几个人可以合起来组成一个 podcast， 因为 podcast 现在也是蛮流行的，我们可以在里面呢去分享我们的很多生活的趣事啊，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马来西亚，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经验，把它记录起来这样子。嗨，阿巴卡巴，大家好，我是海伦，我是阿平，我是阿昏，我是阿妹，欢迎收听马来模开外籍媳妇富有魅力的精彩日常。来，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还记得我们上一次啊，就是我们的这个阿平啊，他就分享到他在印度的一些有趣的事情，然后他本来要分享下半场的时候被我们中断。因为我一直很喜欢学习，只要我是不会的，然后我认为说这个课它对我有帮助，那我就会想去学。像 Podcast 来讲的话，它是会利用到电脑嘛，然后还有手机啊之类的，所以我就会去想要学，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那我觉得去听无妨，不见得你会想去做，可是会对你有帮助。我们一抵达那个地方真的很漂亮。然后我们开始骑骆驼，然后那个对，特别那个骆驼，有骆驼，我第一次骑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骑，可是也刚开始呢，我们选择是在我们同乡海伦家，比较放松，大家都可以聚一聚的一个地方。刚开始是用笔电，然后可是呢，录了第1集，结果不能储存，就想说，没关系，那我们就换别的方式，我们就用手机，结果发现手机来录还蛮清楚的，我就把这个录制好的已经放上去，已经上架了，然后我就会去分享给我女儿啦。那其实我女儿那时候也会，他们会觉得说，哇，妈妈也会去玩 podcast。所以你是下新加坡走新柔长堤，然后去搭车？没有，应该不是没有，直接在新加坡坐巴士，反而是我的女婿，他就当导游。查资料，我觉得他可其实为我们凝聚了很多人脉，然后也凝聚了我们的同乡。
因为我们都是从马来西亚过来，在另外一个国家，然后大家一起相聚，我们都在那个台湾相聚，然后一起录制，可以一起聊天，然后讲的事情、聊的事情，可能就是我们以前的事情，跟家乡的事情有关，你会觉得会有那种亲切感。你家榴莲树，我家种榴莲。那你们知道猫山王榴莲树怎么种出来的？我刚来台湾就是在干针厂做过一年左右，后来真正的比较长久就是从槟榔摊，将近5年的时间都在槟榔摊。槟榔摊没有做之后，就是餐厅当服务生，当了也好几年。那后来有认识做美容的，那做最久的就是美容，就是因为在美容的那个行业当中就做比较久了。那到后来就是有被游说说，要去开店啊什么的。那时候也是满怀希望的，可是就是因为撑不下去，生意没有到那里，然后就是失败收场这样子。它让我成长很多，学习很多。可是呢，我觉得让我人生跌到谷底的也是美容。我之前一直努力的，都是很想要一个目标，就是我赚到钱了，我可以寄钱回去，我可以给我弟弟妹妹他们这样子，让他们生活可以好过一点，那自己可以生活好过一点。可是当那个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才发现，我回过头来看他们现在都很好，都比我好。就他们每个人都生活的都比我好，我才发现，原来我是不是走错路了？那个时候就是不晓得要做什么，可是我也不敢停下脚步，因为虽然说你什么都没有，可是生活还是要过。来台湾这30几年，好像他也真的都没有休息过，然后他会这么想要一直努力的工作，我觉得跟他一个人在台湾感觉是没有安全感吧，他就会一直想要努力的赚钱存钱这样子。那可能就是工作时间真的很长，然后就让他身体有一点出现状况。他其实就是跟马来西亚那边的家人在视讯的时候，他其实都会就是会偷哭，然后我们就会觉得他很可怜，因为他在这边只有他一个人。他生病，其实就跟刚刚讲，他也是担心很多，他就不会让马来西亚那边的家人知道，对，就会担心他们的担心。我现在要去采购我的毛线，因为最近有客人跟我订毛帽，所以我要去找老师去添加一些材料。老师，老师，我来了。啊，今天这样，怎么了？最近有没有在打？冬天到了哈。有，我就是要那个毛帽。毛帽。上一次那个比较厚的那一个。上次比较厚的那一个哈。对。有带灰色的。灰色的，对不对？你这一次呢？哪一个？灰色要。我上次好像打过一个红色。红色的哈。你这个还没忘记吧？都 OK 了哈。没有，我家里有那个图，还有那个图，还记得了哈。对。酒品哈，佢哋雅利亚大学家哈，还知道佢啊哈，懂好学啦。从伊早讲吼，佢嘅下吼，安尼从个低谷的地方吼，佢差唔多佢来以后啊吼，佢挨一些基本的方式佢就有学到，学到以后佢也懂好学，挨就本佢做小老师，可以说青出于蓝胜于蓝的，然后我来这边学就是默默的这样子织嘛，然后脑袋也要想东西，想这个怎么织。那其实老师有时候他会讲一些，开导的话，说开导叫我们要开朗一点啊，这样子啊，然后再加上有学员一起，有没有？就会那个氛围会比较好，就很会喜欢在这边编织。一到眼前哈，我第一摆。拄到草坪的时候啦，吼，草坪佢种的草的吼，安尼一直当所的地毛的吼，我看到佢家下佢来掠
心情无嘛个好动低潮啦吼，啊那爱看到个身体唔好，爱就知道讲，安尼你就虽然讲做了杂事业嘛吼，安尼有上要除了安尼了手工个个呢教学以外，要有到安尼个心吼，希望讲其身体做会较好着诶，要讲做出个低潮个个时候啦吼，因为也感觉讲吼，了其个一下来个心吼，你本去出去甲其个个呢，也是做讲了三人，要辅导其个本去行出来，本去去甲做自食其力。起针这样子3针，好，3针之后我们就加针剂量，加针，对，这样。好，慢慢的行出来以后，不论夹个心态、夹个身体力道吼，来吃动来动欢喜啦，伊要行出来。那它虽然是外籍，你看它外籍的话，对安尼力道也无讲台湾人安尼无安尼本啊，太加做踢球哈人，吼啊，其做会做出安样有阳光啊个正向的吼，安尼希望其的事业吼慢慢的要分享出去啦。再给他打，因为还是要这个第一片就要打那个14针，对。我要去找我女儿，我女儿在今年开了一间武术馆，今天来看看她。老师。这里是我女儿女婿的道馆。那我女儿她是从小就国小开始就学太极拳，国中、高中，然后大学都是技击系的。然后那她跟先生其实就是同学，就是今天来看他们教学是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就会觉得说，他们教的学生都很，他们可以展现出他们的整个肢体的，跟我们在外面学的一些东西是不一样的。在国小或者是国中、高中，其实都有在教小朋友，对太极拳啊、太极剑或是太极扇的部分。对，那今天带的小朋友他算是高中生，他也是从国中开始练，然后练到现在升高中了。我跟我先生一起开的这个武馆，他比较属于是男生比较有力气，他是比较属于是翻滚类的，就是可以撑小朋友那些力气要帮他们翻。对，它是属于那个翻滚类。那我的话就会是比较属于套路的部分。我要希望講係即個喺佢嗰份年紀太我都後生嘅年份，我要支持，唔可以我唔可以反對。也細片啊，望係咩咩嘢，望係咩嘢啲小嘅雙節棍，係咩嗰啲彈，係咩嗰啲嘢，係咩搞用途嘅。他會雙節棍。雙節棍係時講嘢，佢啲冇帶出嚟，望下表日本嚟講你係，一般寫要麼即刻做，看嘢啲要打到，哇！也捱也偶像，係偶像的理想咯，哦。手机要玩没关系，但是协奏多练习就会的。我觉得我的岳父岳母很好相处，对啊，因为主要是一开始还不认识的时候，会觉得岳父看起来比较严肃，对，那岳母就是包括我跟老婆现在开教室啊，然后岳母其实也都很关心我们，像有时候会做一些小东西提供给我们，有时候我们就会当做一些小奖品给小朋友，他们都很开心。对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会觉得岳母都会很 push 我们。在马来西亚结婚，然后过来台湾之后，1个月就生我大女儿了。那在屏东老家就住了到我小女儿大概在2岁多，因为我觉得在屏东工作机会比较少啦。就我老公我带着我小女儿2岁多，我们就上来桃园，然后把我大女儿留在屏东，等我大嫂帮我带。每一次回去过年回去，那我们要上来就看到一个人在那边，就心里面就觉得哦，后来就决定说，我
们还是把它带上来。其实我在屏东的时候，有时候也是会拿着爸爸妈妈的照片，然后就这样看，然后就偷偷的哭，这样就其实还是会想家人。我跟妹妹其实都知道妈妈很辛苦，不会说她都没有来陪我们，反而是也会帮妈妈，就是妈妈回来了，快点帮她把家里整理好，就不要让她回来就是她一个人要去做这件事情。在台湾35年了嘛，从18岁，然后来到台湾工作，就认识到我先生，然后就结婚啊，生小孩啊。虽然说这过程好像现在看起来好像是蛮快的，可是因为是生活嘛，就是你没有想太多，你是一天一天的过。虽然目前还是没有想说，我要定什么很大的目标啊，然后我要做什么，其实不会，因为我老公给我的现在的观念就是，你就是快乐的过每一天就好了。然后度过2次这样子的生命关卡之后，我觉得改变很多，应该是受我先生的影响，因为他是很开朗，可能没有像我以前想说，我很多的顾虑，他把这个顾虑都就是没有给我，他给我是快乐，然后能够把我自己的心情能够转换，然后让我更快乐去往好的一方面想，然后一直鼓励我，支持我，然后到现在，我现在可以这样子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自己的兴趣，我是觉得说是值得了。我是彭朝平，我来台湾已经35年。那虽然在这里经过了很多风风雨雨，那也遭遇了生命的关卡，可是我觉得那已经是过去了。我觉得我现在开始会生活得很好，很开心，很快乐。在我有印象以来，你就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人，非常的认真。看到你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替你感到高兴，也觉得很骄傲。然后要注意身体健康，多爱自己一点。我们也爱你哦。大姐你真棒，别累坏身体哦。繼續加油，做好你，做好幫人嘅事。阿平快些哦，我家14年嘞，無安尼好好照顧哦，我真係話嘛，即唔可以原諒我，咁麼我啲人官員來我哦，反正我哋好好過日，安尼都好。